本25日9时47分，王姓男子骑乘重机车由新北市往桃园方向行驶，行经龟山区万寿路2段与新乐街口时，因变换车道不当，撞击前方等待左转之自小客车后，倒向北上车道，遭古姓男子驾驶之连结砂石车刹车不及碾毙。本分队到场处理，双方驾驶人实施酒测，均无酒精反应。警方呼吁用路人驾驶车辆应注意前方路况，勿任意变换车道，远离大型车辆，避免室内情形发生。